阮知即阵中间，阮所经过检查真侪恶劣的代志，阮伫行即条路，阮的生命路，阮即个生命是因为你所修持的。伫行生命路的中间，阮感谢你时时刻刻陪伴阮，互阮伫拄着灾难的时，拄着恶劣的时，你拢是赐阮平安的一个主。阮伫一年中间，伫即个世界，拄着即个疫情，阮知即个疫情是阮无法控制，不过阮相信主特别是阮即阵你所拣选的百姓的中间，你的确会去带阮。你伫即个事件中间，你是对阮所讲的，阮当深深了解，是会带阮更较明白你，更较明白耶稣基督你的救恩，更较明白你的观念，更较明白你对阮即个世界的人要爱互阮知，毋通搁再沉沦伫黑暗的世界的控制中间。祈求主会当我哋一个礼拜中间会当思考，当要结束一年时，阮要安怎来孝顺你对阮的恩典。阮从今仔日的时间，完全献伫你面前，求主会当保守，阮伫礼拜中间会当借着信息来体会到你的美意的观念。我安尼感谢，都需要所基督的名。阿门。大家平安。平安。真紧时间足紧的吼，一年又搁要过啊。伫即一年中间，我相信足侪代志啊，但是遮侪代志，毋是咱有法度去控制。咱的主要所祈祷，伫每一天的中间，互咱伫生活中间，真正是超越咱所想象的。因为咱所欠的，其实我相信，牧师即几礼拜日来讲，咱所欠的是物质上的。咱即个时代，物质上的每一个人所享受到的，迄是已经是较早咱的时代无度体会。咱即个时代真正无欠着啥物啊！有人讲啊，我钱啊，我欠钱啊，钱愈侪愈好，但是咱人每一个人拢共款，一工食啥？共款两只手两只骹，共款看天的时阵，咱想要一个穿一件衫，但是遮尔啊，敢讲伫即个时代，咱无办法。我相信咱无办法。咱唯一欠的真正是咱家己内心的平安。咱来到会了以上，你是要追求啥物？敢是平安？所有的宗教，牧师要讲的，所有的宗教，毋是拢做共款，毋是就讲去人做好个。所有的宗教，对追求的真正拢无共款。伫咱基督教来讲，咱追求的毋是就甲讲要爱啥物爱啥物，咱要追求是真正咱内心的所平安。安尼平安要对来，咱是咱主要所定。这首是我检查这个表，大家听着都台语较少吼，咱来读出来好，这个放明白吼，你若看有咱做来读台语来。这世间虽有苦难，主耶稣是漂亮甘愿，伊要互你平安，长流满水不断。耶稣互你平安，耶稣互你真正平安，亲手伫你心内长流不断。耶稣互你平安。咱来试试看觅吼。主
真水的一首歌吼，伊敢若是。伊有叫拍的，所以唱来到位来吼，要紧。咱这是咱的基督信息270平安的是257。
所以咱的细汉，当咱伫一步一步行出，咱就是去孝顺，像咱去一年中间共款。咱今年你要过去啊，咱伫今年中间，你所定的是啥物？咱家己去思考。哦，咱讲压着过，咱一年好像一年了啊，一年过，搁一年过，搁一年，就是咱在哪里啊？那咱肯定无思想，有啥物无共款？咱记的是人，上个心思，咱有即个思考的即个能力，咱就是爱时常去想讲，到底一年过啊，我伫即年中间，我拄着啥物？我伫即年中间，我有啥物通学好？有伫即年中间，我有啥物通去反省？这样子咱就讲，对比咱最近咧讲的时间，有共款，真正拢共款。咱对上帝甲咱创造，来到这个世间，然后这个世界是真艰苦，这个世界是一个，互咱人伫这个世界中间是要互咱这个所在去受苦，真正是受苦。因为咱的圣经讲记载，作成者，创世记载作成者，本来咱是人是这样是有，但是人因为甲伊的需要违背上帝，所以咱已经无伫迄个爱别动，咱即摆伫爱别动外口，上帝要我咱一步一步，咱真感谢，咱就亲像以色列人共款，咱是一定受着拣选的人，一步一步咱犯罪，咱人犯罪，但是咱一定一步一步咧行咱的信心，一步一步咧行对咱的这条道路。哦，咱这边其实大家做这个人，咱就是亲像以色列百姓共款，在行，在咧行。咱即摆咧行，咱嘛是咧行这个一条的路，咱要等于咱顾的，一步一步咧行。但是以色列人无会，伊是反对是无会，在咱以前要接受着咱干咩？咱干什么？去思考咱到底是正确了解，咱对着啥物？所以头一项，咱要为着因咱所遇到的这个疫情，咱永远要拄着，要为着这个疫情来出啥祈祷。伫咱的教会，咱的教会一直甲咱提醒讲，咱即马一定要为着这个疫情来遐一项祈祷。咱无法度做啥物，咱真正无法度做啥物。叫咱伫这个大家看这新闻，咱拢知有个人。为着政治的问题，为着因的利益的问题，在斗争，为着啥物？全世界疫情来咧斗争，对咱讲来，咱一定爱为着遮来祈祷，咱只是请咱回去为着这个疫情来祈祷，请。
阮人是阮只有工作的，你是大方面，阮伫你的面前，阮要献尽阮的困难，因为阮知，只有阮将所有的困难放伫你面前，你有主会当亲身来解决阮所面对的问题。伫台湾，阮所面对的政治、阮的经济，甚至即摆全世界即个疫情，阮献伫主的面前。我无法度做啥物，我只有伫背后为着遮来献尽我的困难。伊困有主会当，互阮伫即个疫情中间知影主伊的旨意。伫即个疫情中间，我每一个人心更较清楚，我只是行伫即个世间短短时间，免伫即个短短时间，我要为着我家己，我若要为着我厝内面的人，我若要为着教会的兄弟献尽我的困难。困难主会当互伊信心，拢正是主会当搁再来调理伊。伫我即阵东命天路的谈判的中间，我要献尽我的困难。我若要为着我的谈判来献尽我的内道，伫教会中间，而且有做做事工，我真正知要安怎做。真侪事工，我真正无咧亏力，搁主，你要爱我做即个事工，相信主，你伫即个内面有你的旨意，我可以为伊只有将阮的生活掠去最重视，只有会当互我伫即个中间得到对你来的陪伴，我若为着教会的中心，是受着事来献尽困难，我拢是肉体，即个肉体是真衰烂。伫即个衰烂的中间，阮有时阮拢毋知影到底阮要行路是啥物，到底阮的身躯有法度搁支持偌久，搁我知，我为着主业工，我献出我的生命，就是为着要对主业荣耀，搁在即摆展现出来，要互人看到讲主伫阮的身躯顶所做的奇妙的事，阮将阮一切献尽，互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是咱若要为着鹿港地区的福音，也要为着世界万教会来献尽。这个是虽然是阮做伫遮的，可阮知阮住伫鹿港的地区，鹿港所发生的代志就是阮的代志。阮虽然无已经政府无看到世界帮遮样做，可阮知世界帮遮做这个代志，也是阮的代志。我若要尝试要为着教会人身体健康的兄弟来代祷，要为着人民上，要为着维护，要为着咱较满意，要为着主管厅，要为着保利乡，要为着米饭，要为着菜市场，要为着市场，为着思维分，也要为着阮的摩尼公司来代祷。摩尼公司即马为做一个出伊暂时要无法度出来。所以就是伫大市迄个所在，可能即几工到过年伫迄个所在，伊倒来伫遮，我一个人我无法度，我一个人我无法度顾咱做代志，所以伊暂时伫迄个所在，感谢主，安尼求主咱去罗尼公司的大市，伊咱的时间安尼来照顾，咱为着鹿港，为着世界帮，为着咱。教会遮做阵啊，做来献尽咱的代志啊。
阮的愿望袂达你的一个手，你的手所想事是超越阮所有的愿望。阮的愿望，检查只是我家己，主，你要爱我知，你呼召阮，就是要爱我对对。主啊，阮从教会最身体添安尼偌济，特别是即个寒天，有侪侪偌济身体无爽快，阮恳求阮的感谢。我特别今仔日要来写到阮的灵册，伊虽然是很艰苦的，虽然伊一段时间我无看到阮时时刻刻伫内道中间晓得的灵册，祈祷，伊叫主会当遵守伊的信息，伫伊得到即个报答的，即个无好处理的下面中间，会当有关规划，透过医生，会叫我互伊当搁较健康。人拢知，伊搁要行的路是偌长，我知，主你搁较为伊带，恳求感谢互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那这是咱的七首，咱来唱第一站，先是七首，我的上帝，我的。